Roblox is launching Roblox Kids. Basically, anyone 9 years old and under will be put in the Roblox Kids section, which will limit what games you can play on the platform, as well as disable all communication by default. Also, your Roblox app will be blue for some reason. Now, any teenagers on Roblox will be put in the new Roblox Select category, which also will limit what games you have access to, as well as limit who you can communicate with. And your Roblox will say Roblox Select at the top to let everyone know you're in that group. Now, this is important. Anyone who doesn't do age verification on Roblox will automatically be put in Roblox Kids. Let me know your thoughts down in the comments. Hello， 咁多位觀眾朋友粉絲大家好，又係我 Two Core Analog Strategy。咁咧，我明白咧，我唔想整呢段片嘅，你哋都唔想知道呢段片講嘅嘢係乜嘢啦，因為你哋知道呢個係一個負面嘅更新，而且呢個負面嘅更新仲要係喺我哋大家最愛錫嘅遊戲平台 Roblox 入面發生嘅。同埋另外一個我唔想整呢段片嘅原因咧，就係我本身都就係準備考試，但係點知咧 Roblox 佢哋又就整咗呢一個更新嚟搞壞晒大家嘅體驗啦，所以咧我就唔可以唔採取行動。咁呢段片嘅主題咧就係對 Roblox 進一步強制年齡驗證採取嘅行動。咁我哋事不宜遲就開始啦。咁樣我哋今段片咧，首先咧要進行一個上集嘅回顧，然之後再講 Roblox 新規則點樣運作，同埋點解佢哋冇得移除年齡驗證等等嘅內容。如果你哋想記住今段片主要講嘅內容嘅話，請你哋喺呢度暫停幾秒，然之後先繼續。咁我哋而家咧就再向你哋重溫翻上一集講嘅嘢。咁上一集咧，我哋就向你哋講咗乜嘢係 Roblox 年齡驗證啦 ，Slap 事件佢點樣運作，同埋有咩缺點，仲有美國嘅州政府點解要強制所有人進行年齡驗證。咁樣我哋咧就開始今集嘅內容啦。咁樣 Roblox 突然間宣布嘅新規則點樣運作咧？我哋首先咧就仲要知道 Roblox 點解會突然間加呢啲更新。喺2026年3月19號，美國州政府起訴緊 Roblox 嘅時候，菲律賓政府亦都開始注意到 Roblox 對佢哋國家帶嚟嘅危機，所以佢哋就向 Roblox 發出警告，指向 Roblox 變成一個危險嘅遊戲平台。而一開始佢哋要求 Roblox 喺30號，我意思係30日之內解決安全問題。如果截止日期咧係4月18號，唔係嘅話就會面臨全國封鎖。但係點知過咗僅僅6日之後咧，佢哋就直接將限期縮短到15日，而新嘅截止日期係4月9號。咁樣喺佢哋縮短到期時間之後冇幾耐啦 ，Roblox 就決定派代表去馬尼拉同菲律賓嘅政府開會。佢哋傾咗一陣之後，就決定唔會全面封鎖 Roblox， 而係會再進一步縮短我哋玩 Roblox 嘅自由。咁我哋下一版會繼續講嘅。
咁樣咧呢度令到我哋帶到嚟呢一個部分 ，Roblox 咧而家準備出緊兩種嘅新賬戶類型。咁呢度係第一種啦，佢叫 Roblox Kids，佢係適用於年齡驗證結果係5至8歲嘅用戶，預設情況之下會停用晒所有嘅溝通功能，淨係可以玩到標示為極低同埋輕度等級嘅遊戲。最後我唔明白嘅就係點解個用戶界面喺預設情況之下會變藍色。咁第二種賬戶類型就叫 Roblox Select，而呢個就適用於年齡驗證結果係9至15歲嘅用戶，而佢預設情況下可以同自己同年齡組嘅人同埋受信任聯絡對象喺遊戲入面傾偈，同埋同受信任聯絡對象進行私人嘅訊息。嗱，同受信任聯絡對象咧就係你首先一定要進行年齡驗證，同埋咧一定要係比較大個啲嘅人送出呢個受信任聯絡對象嘅請求，先至可以變成咁樣嘅情況。咁樣咧，佢可以玩到內容分級係中等以下嘅遊戲。咁樣最後咧就係標準嘅 Roblox 啦，但係咧佢嘅適用範圍就只係喺16歲以上嘅賬戶，即係適用於年齡驗證結果係16歲以上嘅賬戶。但係佢同你本來熟悉嘅 Roblox 差唔多咧，所以呢度就唔會講更多嘢啦。咁而家咧就嚟有問答區啦。你哋而家可能問緊咧，冇做年齡驗證會發生咩事咧？嗱，我開頭都唔知嘅，不過我後嚟問咗之後咧，如果你冇做年齡驗證嘅話，你會喺更新生效之後，你會自動被列入 Kids 裏邊，而且你會一直留喺嗰度，直到你肯做年齡驗證嘅。嗱，咁呢個更新就幾時生效咧？佢就係會喺6月生效嘅，其實佢好快嘅啫。但係咧呢個問題就嚟啦，我哋會長大嘅喎，3日過咗之後，賬戶類型會唔會自動更新咧？嗱，呢個咧係分你做年齡驗證嘅情況。如果咧你係用你個樣嚟自拍做驗證嘅話，我就唔知佢會唔會幫你更新啦。但係咧，如果你用身份證嚟完成年齡驗證嘅話，Roblox 佢哋會根據你嘅出生日期而會將你列入唔同嘅類別。你一夠9歲，你就會自動列入 Select 類別；而你一滿16歲，你嘅賬戶就變成標準類別。咁樣呢啲規則會喺邊啲國家適用咧？嗱，雖然呢個規則係因為菲律賓政府起訴佢哋先生效嘅，但係呢個規劃係全球適用嘅。咁即係話咧，全世界超過60% 嘅玩家都會被列入 Kids 裏邊。嗱，其實而家咧已經係開始係逐步喺唔同嘅國家生效噶啦，例如澳洲或者荷蘭呢啲地方。咁樣我哋就去下一個部分啦。美國內華達州近排起訴咗 Roblox， 要求佢哋賠1200萬美金。美國有啲咩新嘅獨家條件？嗱，大家如果有注意到 Roblox 嘅近況嘅話，你哋可能有聽過美國內華達州近排喺2026年4月告咗 Roblox， 然後內華達州就要求佢哋賠償1200萬蚊美金，再進一步要求 Roblox 做以下嘅內容。首先咧就係全國用戶強制年齡驗證。嗱，呢個咧係比全球嘅要求係惡好多嘅。嗱，佢咧就如果我哋住喺美國嘅話，我哋嘅政府會要求全國用戶進行年齡驗證先至可以玩到 Roblox， 唔係限制你玩某啲遊戲，係直頭你登入都要進行年齡驗證。嗱，唔係嘅話，佢哋就會鎖住你嘅 account 唔俾你玩。我就唔知道係咪真嘅，不過咧佢應該會咁樣做咯。
就唔俾你用，直到你進行年齡驗證為止，而唔係咧過咗一段時間之後就會自動 delete 你嘅 account 咯，因為咁樣太邪惡啦。然之後仲有增加16歲以下嘅玩家通訊功能嘅限制，佢同強制年齡驗證同時咧 Roblox 亦都會禁止16歲以上同以下嘅玩家一齊傾偈，除非佢哋係受信任嘅聯絡對象啦。而且咧13歲以下嘅玩家想咁做嘅話，就需要經過家長同意，但係受信任聯絡對象咧係被豁免嘅。然之後咧就係聊天室信息取消加密。嗱，所有涉及未成年人嘅信息會取消加密，咁樣執法部門同埋平台監控就可以咧揾上門拉呢啲濫用 Roblox 嘅玩家。仲有 Roblox 係有私人信息功能啊嘛，所以佢夜晚或者日頭無論咩時候24小時都會有通知嘅。然之後而家美國要求做啲乜嘢咧？就係限制翻夜晚通知嘅功能。然之後咧，佢哋就話深夜嘅時候，任何未成年嘅玩家係可以收到通知嘅，但係佢哋嘅功能會被受限。最後咧就係行為監控。行為監控，我覺得咧呢個就係最唔尊重所有玩家私隱嘅嘢，因為 Roblox 會用技術手段同埋監控可能造假年齡嘅玩家。嚟到呢個咁極端嘅地步 ，Roblox 係咪已經變成網上遊戲界嘅北韓呢？其實咧呢一點我就覺得都冇錯嘅，因為由年齡驗證開始咧，佢哋嘅自由度咧就已經開始大幅咁縮減啦，仲要縮減到嚟而家呢個地步。大佬，2026年淨係過咗一半咋，你哋就已經開始喺度搞咁多嘢。呢個就係點解你哋變成網上遊戲界嘅北韓啊？不過咧，其實佢哋咁樣做係有苦衷嘅喎，因為 Roblox 一開始點解冇得移除年齡驗證，同埋點解舊有嘅聊天室唔會再翻嚟嘅原因，官方佢哋已經解釋咗。而呢個解釋咧係由 Roblox 嘅首席安全官麥特考夫曼親自講嘅。咁佢代表咩意思咧？呢個就係佢嘅官方回應。咁佢翻譯成咧廣東話咧就係我哋作為遊戲平台嘅工作就係平衡玩家、家長、創作者同埋影響者嘅需要。我哋可以大聲咁聽到家長同埋政策制定者要求我哋加固對年輕玩家可以玩到嘅內容嘅保護措施，而且創作者同影響者嘅要求一樣咁認真咁面對嘅。我哋而家諗緊點樣平衡翻創造嘅自由同埋建造任何嘢嘅歡樂咧？我哋平衡翻呢樣嘢嘅方法就係確保翻未成年嘅玩家可以玩到嘅遊戲係適合佢哋嘅年齡嘅。咁至於年齡驗證啦，我哋明白大家都好憎呢個更新，但係老實講，唔採取行動嘅代價會比整呢個更新嘅代價係比較大嘅。如果我哋冇加年齡驗證嘅話 ，Roblox 可能會喺某啲國家失去存取權，亦都即係代表玩家圈會變少，觀眾圈會變少，同埋創作者同埋影響者可以喺平台上創建嘅內容嘅機會變少。有啲地方有得玩 Roblox， 其實係好過全球都冇得玩 Roblox 嘅。今時今日嘅 Roblox 已經大大不如5年、10年，仲有差唔多20年前嘅 Roblox。冇錯，我哋而家負責嘅嘢已經好多，但係我哋可以變成一間真正嘅大型公司，亦都同時變多。咁樣我哋就可以向全球觀眾伸手，同埋傳取到比以前更多嘅電子工具。聽完呢個回應之後咧，我係明白咧，考夫曼同埋 Roblox 佢哋咧係唔想咁樣將呢個
遊戲平台北韓化嘅，但係咧，我認為佢哋應該咁樣做先啱。我就覺得佢哋唔使做到咁盡嘅，而且我有呢個代替方案，就建議佢哋用。首先咧，佢哋要撤銷對 Snap 嘅賬戶嘅處分，然之後咧就係只係喺要求有年齡驗證嘅國家加年齡驗證，而唔係全球一齊封鎖。嗱，如果有啲國家係法律上面要求係要加嘅話，就加喺嗰啲國家嗰度咯，就唔好影響晒其他人咯。因為而家全世界佢哋嘅國家係唔想，亦都冇問過加年齡驗證嘅喎，咁佢點解要加落去啊？同埋唔好將呢個平台分拆成年齡組，例如而家嘅 Roblox Kids 同 Select 啦，佢哋兩個都已經喺度重大咁樣限制咗我哋可以玩到 Roblox 嘅自由啦。因為而家有啲遊戲係直頭係唔開得嘅。最後仲有 Roblox， 你哋唔好依賴 AI 監控平台啦，盡量請翻多啲真人啦。我知道你哋咧係唔想你哋啲人類係做咁多嘅監控動作先至加入個 AI 噶啦，但係你哋嘅 AI 係壞咗嘅喎，而且我哋想上訴嘅話，佢每一次都係會被駁回嘅喎。但係你哋用人手監控嘅時候咧係完全唔同嘅，所以咧你哋應該唔好係咁偏向 AI， 盡量請翻啲真人去平衡翻個情況。最後咧，你哋嘅年齡驗證系統 Persona 其實係會賣走玩家嘅個人資料嘅，所以我亦都建議你哋揾翻一個唔會賣個人資料嘅公司嚟處理年齡驗證啦。但係咁 Politoria 咧，你之前保證過你拍完4周年特輯會同我哋一齊試玩 Politoria 噶嘛？你嘅承諾去咗邊度啊？嗱，各位真係好對唔住啊！我本來一路喺度安排緊嘅時間嘅，不過咧就一路都揾唔到一個合適嘅 time slot。咁樣我就可以話你知咧，我幾時先可以試玩到 Politoria？其實我除咗係一位 YouTuber 之外，我都係一位學生嚟噶嘛。而且我創建頻道嘅時候已經係小5，再加多4年落去，今年已經係中3噶啦喎。如果真係代表今年嘅學業已經多我哋比之前好多噶啦喎。有咁多學業壓力，我想平衡翻兩邊嘅時間都好難。再加上我6月頭至中考嗰時，更加冇時間拍片啦，所以大家請見諒嘅。亦都即係話咧 ，Roblox Kids 同 Select 生效嘅時候咧，我哋係考緊試嘅，就冇時間出任何片嘅。最主要咧係冇時間出長片咯，就只係可以出到啲 short 啫。咁我哋就話你知，我真正幾時先至可以玩到 Politoria 啦。如果你想知道嘅話，佢唔會喺呢幾個禮拜之內出咯，因為我當時有考試，仲有 TSA， 所以如果要出片嘅話，現階段我估會喺6月尾至7月頭之間推出咯。咁樣好啦，講咗咁多之後咧，嚟到呢個地步，你會唔會停播所有嘅 Roblox 系列咧？嗱，我雖然知道咧 Roblox 而家嘅更新好衰啦，但係答案係仍然唔會。嗱，雖然 Roblox 佢哋而家再進一步收緊我哋嘅自由啦，但係因為佢哋只係唔俾我哋玩某啲遊戲，而唔係鎖住成個賬戶，所以我仍然可以繼續玩嘅。不過我哋首先要睇下我而家現有嘅 Roblox 系列嘅遊戲嘅成年等級嘅評價。我之後會喺我頻道嗰度公佈年度資料嘅。講錯咗，唔好意思啊。我之後會喺我頻道度公佈成年度資料，講錯咗年度資料添，唔好意思啊。因為呢個成年度資料而家係好重要嘅，佢只要係呢個極低同輕度之內嘅先至可以繼續玩。我之後會繼續咁樣話你哋知呢個安排嘅。咁最後我哋就嚟總結下啦。我哋今集概括過嘅內容咧，就係點解菲律賓同埋美國內華達州要起訴 Roblox 啦 ，Roblox Kids 同埋 Select Account 同標準類型嘅 Roblox 有咩分別啦？
Roblox 點解冇得移除年齡驗證咧？同埋出片 C1 Politoria 嘅安排調整嘅。咁好啦，大家嚟到呢度，我就希望你哋 like 同 subscribe，咁樣即係就多謝收睇，下集見，拜拜。